各位觀眾，你以為要儲錢一定要慳到慳妹咁先得？其實澳洲一名前理財顧問用1%理財法逆轉自己月光嘅命運。而家你都可以用同樣嘅思維嚟扭轉你嘅財務狀況，擺脫月光族嘅命運，其實可以比你想象中簡單。近年喺歐美以至香港開始有財經節目同研究報導，講到一個嚟自澳洲嘅播客主持人、前理財顧問 Glen James 創出嘅1%理財法。而呢套方法正逐步成為控制衝動消費嘅主流工具之一。Glen James 原本係一名財務顧問，之後創辦咗澳洲極受歡迎嘅財經播客 My Millennial Money， 專門為千禧一代同年輕人分析工資、儲蓄、投資同生活平衡。佢嘅核心主張並非要你慳到喊，而係用一啲簡單可量化嘅規則喺你嘅消費習慣之中加上一個暫停鍵，令你嘅決定理性多啲，情緒少啲。其中最為人熟悉嘅就係1%理財法。原則其實好簡單，一旦你準備購買一件非必需品，而件貨品嘅價錢超過你年收入1%，你就要先停低，給予自己至少24小時嘅冷靜期，之後再決定買定唔買。例如，如果你一年收入係50萬港元，咁1%就係5000蚊。只要任何非必要開支超過5000，你就要強制等一日先再做決定。呢個法則表面睇落好似好細小，甚至可以被視為多此一舉。但實際上，研究顯示，當人面對高價非必需品時，大腦會進入一種類似輕度亢奮狀態，令理性決策能力下降。而喺情感過熱之後，衝動消費往往會令信用卡透支，甚至債務累積。情況喺香港以至整個亞洲都越嚟越普遍。澳洲同美國財務專家都指出，冷靜期本身就係一個極有效嘅行為干預工具，可以大幅提升你放棄非必要消費嘅機會。Glen James 嘅1%理財法不只係一個數字，而係一組心理框架。根據訪問同播客資料，佢自己亦都係喺一次睇中即買嘅經驗之後，先至發明呢個規則。當時佢喺商場即興買咗一隻 Apple Watch， 價錢大約$1300。事後佢返屋企冷靜返，發現原來自己未必需要呢隻錶，亦都未必會用咁耐，但錢已經飛走咗。正係因為呢種後悔加自責嘅循環，佢決定將自己嘅情緒反應轉化成一個可以重複、可量化嘅規則，令其他人唔使再步佢後塵。喺實行1%理財法時，佢建議聽眾喺呢24小時內必須問自己3個問題。我係咪真係需要呢樣嘢？我係唔係可以負擔到呢個開支？我會唔會真係長時間用到呢樣嘢？如果答案係唔係真正需要，呢項負擔會令我之後幾個月手緊，或者可能會擺喺屋企幾年都用唔着。咁呢個消費就極有可能係情緒性消費，而唔係理性投資。相反，如果答案係肯定，例如係一件生日禮物，或者係一套長期使用嘅工具，咁就屬於合理享受，而唔係情緒失控。對於香港觀眾嚟講，呢個法則可以輕易本土化。以香港2025年統計數據為例，香港家庭儲蓄率唔算特別高。有研究顯示，個人儲蓄率即使喺經濟較好時，全民儲蓄率都係得28%左右。但當中大部分係由企業同政府儲蓄貢獻，家庭實際可動用儲蓄非常有限。有報道指，香港年輕一代，特別係 Z 世代嘅朋友係儲與花並存。呢頭儲嗰頭花，心理上嘗試平衡，一面希望儲錢，一面又願意為情感體驗同安慰性消費花錢，形成情感消費 （emotional consumption） 嘅風潮。正係因為呢種儲同花嘅矛盾心理，香港理財專家近年亦開始引用1%消費法則作為一個簡單工具，將每一次高價非必要消費先轉化成一個24小時考核，令你能夠區分真正需要同情緒宣泄。此外，Glen James 嘅建議仲有額外彈性空間。如果現有1%你覺得門檻太高，例如一年收入只有15至20萬港幣，1%就係1500至2000蚊，而你覺得仍然唔夠慳，你可以將佢改成0.5%規則，即係只有750至1000以上嘅非必要開支就要等24小時。又或者你亦都可以將原本打算用喺1%規則上面嘅金額，直接轉入一個儲蓄戶口或旅遊基金，將每一次放棄消費變成送俾未來自己嘅禮物。有美國同澳洲財務專家都指出，呢種做法可以令你喺幾年內無需大幅改變生活質素，而係透過微調，
多累積幾萬甚至幾十萬。總結嚟講，1%理財法並唔係一個激進到令人反感嘅節衣縮食系統，而係一個人性化設計嘅防衝動機制。喺情緒高漲、廣告圍攻、限時優惠倒數嗰一刻，喺你腦袋入面放一個簡單嘅數字，超過我年收入1%，就先等24小時，已經可以令你嘅月光族命運慢慢由失控變成可控。對香港嘅打工仔、自由工作者甚至學生嚟講，掌握呢個法則，可以幫你喺唔犧牲生活質素同唔再月光之間，到一個更舒服嘅平衡點。你唔係一定即刻富有，但可以即刻開始，唔再做一個月光嘅奴隸，而係一個自己錢包嘅主人。你嘅第一個24小時冷靜期，由而家開始啦！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